今日高雄落地的柑仔蜜嘛，当咧采收期，即马天气冷，农民是赶紧用网仔把这个托马多围起来，希望会当度过这届大寒。天气变寒，农民摕机器当咧抓甲壳素来替柑仔蜜保暖。即马是高雄落地柑仔蜜的采收期，煞拄着这批寒流，农民除了用网仔围好条，阁会用一种甲壳素的合剂来钻伫叶仔顶来保护柑仔蜜，互因会当度过低温的天气。咱这围网啊，相对伊会产生咱这个风的阻碍，伊食棵树去哩咱的长顶，咱的叶啊，咱的果实伊较袂去冻伤。哦，这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主材啊。柑仔蜜通常2个月就当收成，目前农业已经无法度降低虫害，其中以白网仔影响上大。农业试验所的防沙分所当咧推广有害生物综合管理观念，辅导农民伫果仔园来围网仔，搁伫柑仔蜜的树枝顶搭黄色梁板，因为白网仔会互黄色吸引。农民表示，这毋但减少使用农药，伫产量嘛增加3成以上。这产量已经超过我预算的。就是阮原底产量已经超过3成，啊，毋过这还袂煞。这联邦就一定要挂起哩，吼，伊吊起哩了，粉刷啦，粉刷伫内底烧来烧去的话，其实伊就被黏着，因为粉刷介黄色的物件，吼，所以咱就先安尼做。因为陆地地区大部分拢是伫户外种柑仔蜜，被虫害影响真大。即马农民为预防、监测、甲治疗，来降低白网仔对柑仔蜜的影响，毋但产量提悬，搁减少使用农药，消费者嘛食着安心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